小苏姐，坐吧。你们好棒哦！我说小宋老师，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啊，连个台灯都没有。是啊，岛上去年就买了1台发电机，所以孩子们只能靠这个了。你们还笑？又停电了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找蜡烛。等等，发电机在哪儿啊？要不带我去看看吧？邵叔叔，你是医生，你还会修发电机呀？说说试试吧。小邵叔叔，你真棒！真会修发电机啊？怎么，不可以吗？往里边找。我看到了。那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个。以前啊，登山的时候，营地里头也有这种类似老式发电机。我呀，还记得当时遇上风暴天气，我和我的另一个队友就是负责修这个的。好了，怎么样，小杜老师，小看我了吧？